大家好，呢出嚟真係好想大家訂閱 follow 啊 ，Facebook 兩個 ，YouTube 一個。喺 Facebook 播完咧，YouTube 錄翻嘅，記得 follow 啊。今日過咗重陽節咯喎，已經過咗5月12啦，大家有咩好嘢？聽朝要翻工翻學咯喎，係咪啊？留翻呢啲小朋友禮拜6日啦，係咪咧？11月係冇假期嘅，不過12月有幾種特別注意啦。12月21早冬啦，跟住係24號平安夜啦，25日咯係聖誕嚟嘅，跟住咧3日係除夕，要過2026咯喎，好快咯喎，有個零兩個月就幾年啦，唉，真係諗得好快嘅。啊，講模型先啦，對嘅主題係1:500嘅推拍，嚟自德國機，經典仲經典，唉，轉頭拍歐陸天翼，我而家拍德國漢莎727先啦，係呢個轉頭喺佢一邊拍嘅啊。嗱，點解727最受矚目咧？香港都飛過嘅喎，原來未賣瓜子賣個瓜子咧，係。冇記錯，點解個嚟唔係揾 Facebook 嘅喎，揾 YouTube 都唔係，係啦，講嘅 yes 係呢兩部係冇錯，千祈唔好講錯。好嚟，今日就係727 200嘅路邊架經典嘅。嗱，後代咧都飛過嚟香港代嘅咩707啊 DC10 310最後上場嚟嘅747-200後期啊嘛，747全為啲停嚟停嗰啲機種，係中途停站嘅啊。香港都飛過㗎，呢隻唔係講笑，呢個真嘅喎。佢係冇727上。但有 DC10 310 747，突然嗰本書突然有個727走咗出嚟，係啦，呢係70年代記得嗰隻係，呢係冇編號㗎，係啦，係舊帽嚟嘅呢隻啊，515917呢把嘅啊。早期㗎，香港係揾得到啲舊機碌嘅，新機碌係貴啲啊。仲能 JT9D3L 引擎嚟嘅，都係載170人。係啦，點解喺香港都見過咁嘅機？我都未出世。不過問航空公司，早期飛707嘅，跟住咧就係飛個747。後期先飛 DC10，再後一期咧就係派310，臨尾嗰轉咧開始派747啦。呢就係其實都係飛歐洲內陸機嘅嘢，點知一話又話飛國際航機喎？點解香港都咁嘅嘢咧？我又唔清楚。係啊。嗱，呢一架咧就係突然之間飛國際航機嘅佢區諾性嘅航空，主要飛歐洲啊、美洲啊、中東嘅，東南亞比較少，係飛過泰國同香港，大陸中國大陸係有，日本比較少，係啦。嗱，冇得拍嘅727啦，呢隻啊，呢隻啊，佢係1992年出嘅，2004年就退咗個模型做咗版，後尾換咗新嘅盒同埋新帽，係啦，都係貴咗嘅，係啦，呢就係經典路德國漢莎727，係啦。有尾翼
引擎個引擎打得開嘅，係啦，真機一樣嘅，風葉片啊，機身嚟嘅，飛機咧升尾圖嘅，左右擺嘅，係啦，呢個係水壺啊，機頭雷達，機柄燈膽嘅飛行記錄儀，係啦，好，可以。條片我喺嗰邊再講一條片，多謝收看，唔同記得 follow 訂閱 like 晒啦，記得黐住 Facebook 同 YouTube 嘅影片啦。啊，下期另一邊講一個歐洲天翼啊，轉頭再見，拜。